有顶呱呱故乡的称号。顾名思义，这里的农产品以瓜闻名，洋香瓜很受青睐。外来种在本土扎根，全靠李应奇这样世代相传的专业农夫。你阿公就务农了吗？对，我们以前都是这样子。那这个就经验喽。对呀，都能生巧了，做久就会，做久了就会。做久就会。的确熟能生巧，客家乡亲3代务农，收入却不多。慢慢转型加入产销班，是从这一代才开始，逐渐找到新机会。我们这里都是杂粮作物嘛，所以我们经济效益不高，所以我们去研习去观摩看看，结果他们这个比较收入对农民收入比较好，所以我们才开始种这个洋香瓜。品质好的洋香瓜可从网纹看出端倪，网纹要密集且粗才能采收。李应奇很自豪，这可不输给日本货。日本那边生产过来，虽然外观很漂亮，但是它我们吃起来口感不一定比我们的好。所以台湾农民的这颗送给你。哦，按几塞呀，送不误，这送给你。一箱箱瓜果从货车上卸下，李应奇就再也没有抬过头，要分级，要包装，和伙伴忙碌着。这么多中午之前忙不完哈。时间到尾啊，学迄款烧酒啊，10包怎过来做？哦，就是时间到了，该吃中餐，吃完再回过头来忙。那这是少安腔，是伦贝这里。那如果一般4线呢，我们讲死根都位，时间到了，可以吃午餐了，后次猪尾。也只有吃饭时间才能暂时停歇。瓜农的新生是不景气中有机会忙碌，踏实且幸福。死根都位，后次猪尾。死根都位，后次猪尾。